HSK 标准教程4上。第6课，1分钱1分货。课文4。顾客朋友们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书店今天举行购书送好礼活动。购书满100元送1个笔记本，满200元送1本词典。另外，一些图书还有打折活动，其中小说7、5折，地图8折，留学考试用书6折。如果购书满500元，可免费办会员卡，以后购书可打8折。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和所有的小朋友还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，欢迎大家选购。生词：支持、举行、满、其中、小说、会员卡、所有、获得。课文5。人们常说1分钱1分货，意思是东西的质量和价格有很大的关系。也可以说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一般情况下，你花的钱越多，买的东西也就越好。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质量很好的东西也会很便宜。例如春天来了，冬天的衣服就会打折，质量很好，还很便宜，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。一到节日，商场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，降低价格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。生词：情况，例如，举办，降低。